讲台语，耶嘿，大家好。哎呦，咱第二季吼，安尼录咧吼，来到第9集啊。哦 ，finally， 嘿，对，你讲对啊，finally，就是讲咧，今仔这集录煞了后，咱第二季的选手，完全拢选出来。 哦，啊了后咧，了后呢，迄坐足久的有无？第9集，遐第一季的选手吼，后一集就袂搁坐咧遐。哦，伊免来比啊，嘿，啊，到第二季的拼输赢，8集看来吼，你有感觉第二季的选手，你有真讨厌的人吗？哎，那个阿泰老师啊，吼，讨厌到要死，讨厌阿泰老师。老师是安那？啊，私底下讲无要来，结果拢来就过关，气死！哦，你会惊吗？你会惊伊就对啦，唔是会惊会错叫啊。会错了，迄就是惊啊。你会错就是因为恁某伫边啊。啊，等下你说，哎呦，不是恁某，你搁甲错来，哎呦，这种谈的哦，你后悔多，莫搁翕吧，莫搁翕吧。啊，恁两个会惊袂？真后悔。当然嘛会。会哦。 啊，就是迄个 Made in Taiwan 嘛，哦，遐尼好看，啊，遐高演，啊，阮规气就继续坐伫遐，坐甲西地村好。哎呀，无志气，够无志气的啦。啊，你咧？你感觉安那后礼拜要比赛啊？对啊，会惊倒一个选手无？惊像的吼，系啊。我目睭内无看到人啊。哎呦，哇，你是萧煌奇老师，北来奖，你有一个嘛是北来奖啦，还北来奖。后礼拜动换恁啦哈。嘿啦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啊，咱今仔日吼，这是咱的主题叫做翻倍。翻倍是啥意思？翻倍吼，我甲你就相信嘞，啊，你甲我骗安尼哦。Betray. That's rude. Bad. 无好，这个代志无好。无好，到底今仔日咱会安那练出会练这个看咧吼？来，有请咱的评审，第一位是咱的孙哥。是的，人哋讲马有千里之行啊，夫人不能自忘。哦，人有冲天之志啊，非运不能自通。这个讲的意思来讲吼，哇，你就才能的，迄只马足够走就用的，但是你无人甲牵一个，伊无法度去，佮无法度通转来。所以呢，要呢人生啊，找到一条道路叫伊个原则。啊，过来你讲吼，这个人有冲天之志，哇，你有满腹的这个理想甲未来。但是你要家己做甲真好，迄个运开啊。喂，非运不能自通，你若无做甲真好，你就无路通好行。所以大家呢，所有选手，大家好好啊，甲拼落去，功课做落去。后一位咱的好评。平常时我拢是甲选手讲话啦，吼，即摆我要甲观众讲话。你若是看到吼，会真介的选手，就伫咧网络顶头啊，甲因讲加油，你真赞，你真赞。啊，若是看到吼真好的评审，嘛拜托者，甲阮加油支持者。甲赞声一个。我嘛去有人骂甲安尼，啊，什么评审啊，你台语无人练，那我教我别人安尼，所以我拜托者，手下留情，感谢。马上甲阮评审泡泡啊，加油一个。好，第三个是啥物人？第三，哦，真个厉害哦！你若讲笑就笑，话口就口，演戏精通，练喙花。普通，做伙来欢迎咱雷音姊啊！好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上古水的雷音姊啊！行到后壁呀！我想讲观众伫遐要起啊，甲讲哦，真紧啦！今仔日我要教大家安怎拣鱼啊！吼，因为即摆大家吼，拢拢唔是去市场去买吼，拢去超级市场去买啊，所以拢袂晓拣鱼啊。拣鱼啊有撇步，头一步，咱就爱看伊的目睭，因为咱讲吼，目睭是灵魂之汤，所以伊袂甲咱讲白贼。所以你即摆看到鱼的目睭，你甲问讲，你有青无？三八啦！鱼仔袂甲你讲话啦。你爱看迄鱼仔目睭有金啊，还是螺？吼，金的鱼仔较青，若准螺的，迄就是有白内障。我是白内障，不是啦，迄较无青啦。吼，第二项吼，咱来看迄鱼仔，迄喙壳遐甲背互开，吼，啊你甲看，迄是红的，迄就表示讲伊的血压有正常。嘿。哎呦！啊，若准白路的，迄欠血，咱千万唔通买，食咧无健康。唔是啦，迄款鱼仔较无青啦，吼。
即摆吼第3项吼，咱都爱看讲迄只鱼啊，敢有无咧喘气？哎哟，伊若准真活跳，迄真好。啊，若准讲吼，伊无咧喘气，咱都爱甲做 CPR。咱第掠来讲，喙对喙唔免啦。迄只鱼啊，咱摕转去厝内，念伊嘛袂喘气，因为要落鼎咯。敢若无啥对谈。你是来骗钱的哦？唔是，我掠准讲我今日是来比赛，敢若不对吼。我今日是要来坐遐的啦。你是平信呐？是嘞，歹势，是嘞吼。免开讲哦，都唔免开讲者。你这奇怪的开场，哎呀，欢迎林子啊！哎呀，好，大家好。好处讲了真好，演戏吼一流的，连喙尾唔捌咧讲啥话，我演戏精通连出我听个老朋友啊。我有学到啊，拄只名字吼是伫咧讲慢才，因为家己讲家己吐槽。家己啊，唔是啦。你那个 CP 啊，喂，咧，唔是啦，本来这应该2个人来讲，啊，毋过这都找无第2个咧。对，但是足国际啊，谢谢啦。啊，无就请坐咯。好啦，谢谢。咱今仔主题就是用心颠倒去路心啦，哎呦，嘿啊！第2季每一集有7个选手，7个选手根据主题来发挥甲表演了后，请3个评审市长若得到3粒可爱，恭喜晋级去过关区；2粒也是1粒的，就爱去等待区咯。啊，若无半粒的，就是3支车仔的，就倒台退场。每一集要选4个过关晋级的选手，啊，等待区的选手嘛莫失志哦，阁有互评审救回来的机会啦。第1位选手呢，这位呢，因若来呢无太早，就敢若唔捌来录影的。优秀！哎呦，来欢迎。哎呦，够换衫呢！大家好，我是叶翔，我搁来啊！今仔日呢，要甲大家分享我人生当中呢上痛一件代志，就是哦，我有兄弟反背啦。我少年的时阵哦，有一个兄弟哦，足爱开车的，但是呢，伊厝内无车，伊就甲我借迄一台乌多摆。啊，伊台乌多摆借去了后，经过3工，伊还我的时阵，哎呦，阮老母讲吼，我是毋是买新车？迄台车甲我改甲足喜欢的啦！我大概哦要骑车的时阵哦，阮规个嘉义市的乡亲拢知影我要出门啊！啊哦，迄烟筒讲哦，吹咧有够大声的啦！啊，迄头顶尾顶哦，改甲咧哦彩色的，袂输哦，我敢若我毋知我是咧骑奥多摆，还是咧骑电子火车啦！啊上过分的就是安尼，我有一个兄弟哦，伊甲我讲伊生活有困难啦，要甲我借3万块。啊，讲吼3个月就还我啦，啊，结果咧，经过10年了后，我到即马哦，佮联络无上迄个兄弟啦，啊，总统拢换2个啊呢，所以讲哦，这个兄弟，你即马有咧看电视，我甲你拜托，请你联络我好无？3万块紧还我，多谢大家，我是义雄。今仔日无太早，所以感觉怪怪哦。足恐怖的，伊讲刷阁有30几秒哦，伊就放刷去。因为我感觉吼，迄个人讲一句话啦，见好就收，啊见无好哦，紧收。就歹看的。是，今仔日老师伫咧遐吼，忧头革面哦，唔知会过关袂？来，有请评审。哦，哇，一个拢无咧！哎呦，讲实在，你拄则咧讲的时阵，我甲先弟2个就起起楚楚讲啊，这抓可能惨歹啊！就问者你为什么会生气啊？你其实你是一个真好笑的艺人，你为什么拄则的卡本你敢若愈讲愈生气？其实你头前拄啊开始的时阵阁袂歹啊，而且我好奇，因为伫咧比赛以前，所有人拢会甲卡本交互阮，吼。啊，你的卡本甲你即摆讲的完全无共款，是为虾米？你家己改啊？干嘛呢？对啊，拢无共啊！我是讲这毋是伊卡本啊。因为
因为我感觉讲吼，我本来讲的迄敢若无啥好笑。嘿，哇，啊，我感觉我改甲搁改一个搁较好笑。我甲你讲，你对拄则讲的，你讲你本来讲的无啥好笑，但是你尾仔改，更加无好笑，原来是安尼。更加无好笑。以你的资历、你的经验，不应该是安尼表现尔尔。哇！而且你第一个故事、甲第二个故事、甲第三个故事、第四个故事，拢无关联。啊，有一个朋友，一个朋友，啊你要讲翻背，要讲背骨，到底背伫什么所在？每一年每一年无共款的表现嘛。要么讲，我感觉讲你真有勇气，就是讲你知影讲台拽，当互你真简单就摕到分数。你选择我无爱，所以讲你要承担这个后果就是倒台。你即摆咧掠抓，你即摆咧掠抓。你即摆要蹦起来了，即摆我其实看伫遮，我本来想讲卖。我甲你讲，你叫有倒台，你袂使，你啊恁定，除非讲你哪行出去哪台抓，好无？今仔日感谢咱英雄，谢谢。谢谢。我再来看了，我叫我抓好，我不看实力学比我没打啦，我拗，这车辆啦。我来感觉这个背影足悲伤，足悲，就可怜，足感慨的。选手伊输得3票拢过关，有实力运气好是头一站。这是什么原因3个孔啊过关啊？我本来要回车啊，讲真正，我是听因两个拢是车啊，所以我拍一个口啊。恁敢袂3个人拢安尼想的啦？运气真正是比赛上重要的部分。嘿啦，伊就是实力的一部分。是的啦，无唔对。恁的爱豆来哦，做伙来欢迎伊讲的甲唱的变好听的谢金晶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又过来啊！我就是一只古水的周子，逐工吼拢咧价钱的食金钱啊！我这世人吼上气、上讨厌、上赢的人哦，就是反背者。今日我就要来爆料，不是爆料啦，爆料是爆料。讲我好势，讲我好势，我上万分吼会反背者，吼伫咧演艺界吼做出一件吼天地不容，实在有够袂见效的代志啦。大家敢知影迄个人是啥物人？是啥物人？吼，我想到迄个人哦，我着规巴肚火，迄个人就是我。哈？是安怎咧？伫咧出道进前，我差不多吼有78公斤，78公斤哦，大箍甲吼，连阮老爸都无熟悉啦。大家拢知影，我甲阮爸爸吼分开差不多20年。伫咧烧灵的迄天吼，伊个讲吼，啊你身份证敢会当借我看卖？啊虽然吼我是低高粱，啊毋过我是低公，毋是低某咧，哪有可能生出遮大颗的猪仔囝咧？啊想到迄年哦，为着减肥，伫咧房间打春联，上联是3顿一定爱减食，下联是半暝毋通食宵夜，坏联是减肥是明仔载的代志。为着减肥吼，甲身材，相信大家拢有减肥过啊。但是对我来讲，减肥吼，就是一件偷来暗去吼，无说你可以反背家己的代志啦。你是讲我即摆一定爱坚持，啊毋过我暗时拢偷偷啊也真是。恁大家讲看卖，这毋是反背，啥物是反背啊？谢谢。减肥爱坚持，但是暗时偷偷也真是。这种反背，评审感想安那？来，请市长。一个车2个空啊。我感觉讲顶边讲甲较好，啊，这边吼就是。我感觉讲反背这个代志吼，你硬要甲迄反背甲减肥这件代志夹做伙，啊，迄中的这个关系其实嘛无偌合理，所以讲我感觉一直听感觉，到底是反背伫咧倒位？迄最后敢若是为着讲要你已经有想法，啊，伊只是讲为着个这个主题，啊，硬要甲夹做伙啊，讲啊，这叫做反背。我一直听，一直感觉足解叫的感觉。讲这就是爱有迄个节奏，迄个 tempo。你讲到倒位啊，头前有一寡爆发啊，慢慢啊透，甲遐崩溃，大家咧足期待。吼，比如讲，你若咧讲迄个春联吼，你就袂使咧讲遮尔紧。比如讲，上联是啥物？
上联是3顿一定爱减食，3顿一定爱减食，半暝暝袂当食宵夜，半暝袂当食宵夜。哦，迄个怀念更加重要。减肥是明仔的代志。哦，我觉得这招啦。对。口气嘛最重要诶。对。所以变做讲，有时大家真足听起来敢若真丰富、真澎湃，但是呢，迄个节奏无够，就感觉迄个分数无够伊啊，减一味。来登台哭请坐哦，多谢来，嘛是够有机会。好来，后一位选手伊呢来参加比赛呢，是为着要食咱的便当，因为伊无想要食因某煮的饭。所以呢，欢迎伊苏达。大家好，达拉过来啊！我自细汉哦，就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啊。到一届我看阮同学叫老师突发，我真正看袂落去，我就鼓吹大家讲，哪在考试，大家拢莫来考试。然呢哦，老师就叫问讲，为什么考试哪拢无人教？叫过顿工，我遐同学讲拢讲兄弟啊，就拢做家己啊。全班敢我一人无教尔，而且我迄考的成绩分数嘛无够，叫人断掉啊。我比如讲，无咧阿达，你莫生气，明仔吼，咱拢炸物件来下食，我开一个 party， 安尼算甲你弥补，你讲好无？讲哦，你安尼讲，佫算是有情有义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袂歹哦。隔日讲上课，一上课我就开始变命食，叫老师一入来，阿达，你给我徛起来，去后壁互徛啊！我当然足不好个啊，我就起来，老师。全班拢咧食物件，你啥敢罚我尔？老师就讲啊，敢讲你遐同学拢无甲你讲，大家拢食一寡汤啊、饼啊，是啊四手物件。你搞早电子锅来煮火锅，后壁碰碰的，你啥无法你要发啥？这就是我第一届体会到去朋友反背的滋味啊。要毋过无要紧，朋友反背无要紧，连阮某拢甲我创空啦。有一届啊，我转旧厝。因为阮某是外省啊，台语袂练转。甲平时啊朋友拢会问讲吼，你当时要生囝？结果吼，我拢是我咧应的。有一届，我咧厨房无闲，我听到阮亲戚朋友讲，你问阮某啊，阮某滴滴嘟嘟讲袂出来，希望骂一声，因为伊有问题。我是讲，什么我问题？我紧撞出来，规间店姊姊，敢若无代志发生安尼。叫我问阮某，你哪咧学别人讲话？伊讲吼，因为啊，我是要讲。遐亲戚朋友因有问题，叫你进来回答啦，叫伊讲唔对啊。即我要讲的是，有问题是阮某的台语，唔是我的身体。就算我的身体有问题，嘛是照三顿食阮某煮的料理，该出问题啊。多谢大家。这届听起来都较紧张，嘿，顶届就轻松的安尼。连续比赛吼，这个卡本可能较歹写，因为拄则异常就我当作改卡本。嘿，安尼，你这句上好笑啥啦？人这叫人看唔行啦，异常看酷行。你讲咱应该第二关咱应该好好笑。你看伊即摆人敢有伫遮？系啊，加去外口啊！你甲看伊行出，我想讲要改嘛袂有啊。袂有啊！你唔知出去陪伴伊袂？咱来看嘛，评审无你啥物分数？来评审有请。这是什么原因3个考啊过关啊？哎呦，我本来要回车啊，讲真正的，我是惊因两个拢是车啊，所以我拍一个考啊。恁敢袂3个人拢安尼想的咧？对啊，我3票拢是东京票，拢惊大家拢车啊，所以拍伊讲啊。我即摆心情足复杂的，虽然讲我过关足欢喜的，不过过关也毋过无欢喜。因为摕到3个考啊。我甲你讲吼，运气真正是比赛上重要的部分。嘿啦，运气就是实力的一部分。是啦，因为你咧讲，甲你的告诉迄个过程拢无什么问题。但是就是讲，迄个爆发的迄个单台、机台迄个内容并无出来。但是我感觉基本上你是会当至少一个考会当坐伫遐。这是我就抓，真正我本来要拍车啊，真个。歹啊，拍都拍，有过了啊。其实吼，达拉其实是有写笑话，伊写的笑话有影响，就是
这规场的气氛，拄则头一个啊无过啊倒台啊安尼，啊所以讲拄则头一个笑话时间到的时阵，就我敢若我无够啊，我分数嘛无够，这是你写的第一个笑话，也毋过我想应该大部分可能无听出来。就你甲无够这两个字去做一个相关嘛吼，啊。然后这无对了后壁个笑话你就淡薄仔心虚，也毋过你毋是无写，你是有写，而且最后你佫有一个花马请来回应讲，顶边你讲的即个恁某的做的料理无好食即样代志，我是感觉讲你有诚意，而且你嘛有伫咧甲观众交流，啊只是讲我感觉讲规场的气氛即摆淡薄仔怪怪，对。就是因为头前倒台的人伤济啊，所以这怪怪影响到你。啊，影响到所有观众。好平，系安那？我感觉我家己怪怪。我哪会感觉你啥拢怪怪哈？你提这个衣裤，你是来冲戏的就对啦，是不是这个概念？系啊，因为已经结婚啊，无法度嫁互伊啊。看大家会好起来呗，对吧？好啦，不要紧啦，安尼就戏嘛是戏啊，冲戏啊，过关啦！你今仔日这个色水穿着啊，来衣裤个拢青色的，来，有请过关啦！足奇怪，足奇怪，后一个嘛足奇怪，伊是教国文的老师，但是伊拢讲台语。哎，欢迎李新典。大家好，我是伊典李典，我新典的李新典，我今日典啥呢？我这支嘴呢，就是反背我上大的原因。我虽然呢是一个负心汉，不过我阁爱食物件。你看我的体重，我的身材，你就知。三不五时，我就甲你讲，爱减肥。若讲到减肥呢，我是本身非常有经验，运动、游泳、走标，什么提拉米兹，迄种会晓做。提拉米兹嘿差不多啦，咱跳舞就好啊。皮拉提斯。你讲的是提拉米苏。提拉米苏。歹势，我因为不都受邀啊，我运动真唔量体重，一娘无简单的有减肥呢，但是做完了，迄喙讲咬的啦，一定爱去夜车食小食啦，是啥？鸡仔猪肚皮、牛鱼、礼肉蒜，唔是啦，迄办豆菜，是啦，当归啊、大米、蚵仔米、雪菜、盐水润表到好家己，麻油鸡是古早味。食完了一定去食一个牛排。我甲头家讲，头家牛排细份的面较少，唔好参酱。为什么？你减肥哦，兄啊，唔好食伤济。你拄啊头前食啥？食20几项咯。食到真正有够歹势。所以咱讲啦，真正甲你反背，唔是感情，是你个爱食的喙，是一个花言巧语的喙。我是李典伊典，我新典的李新典，多谢各位。提拉米苏。提拉米苏，伊拄则讲啥啊？皮拉提斯。皮拉提斯啦。即摆平时咧起起楚楚啊，唔知咧讲啥货嘿，唔知互你过关袂？你的分数唔知反背你的表现袂？来，平时请市长。选手岳新培演出小激动，老师变做流氓，唱声更厉讲。学生啊，我的课要小拍啦，小拍，我著甲你掠开，掠后壁，我讲什么假笑呢？我第一课了假笑，等下弄话呢？你是流氓哟啦！无，你刚才讲啥？龚老师，你会讲国语啊？我听不懂呢。请市长。为什么？你比别人较歹命，迄有2个车啊，1个箍啊，但是我袂当了解呢。为什么啊？是安怎？我感觉讲拄食过卡本，就是你讲啊真紧，唔知为什么我感觉你足喘的。而且我听到喘起来，因为伊就无减肥成功啊。因为最近较大个，而且佫有一个足奇妙的问题，就是你的主题其实甲真正的是共款的，拢是减肥这个主题。所以讲这个时阵，你若是会当讲一声讲，其实我才是上大的反背者，因为我甲真正用同一个主题，我甲伊背过，我才是背过，你甲这个代志讲出来，安尼。其实大家就知影讲，你拄则讲的主题，爱有这共款的主题，你是有注意到的，唔是无注意到的。我嘛感觉讲，卡本写甲无啥物笑点，这是我感觉上大的问题。我是感觉讲，伊足自在，
哦，伊迄个自在，互我感觉真轻松。啊，毋过讲实在话，我无啥笑。啊，迄个帅哥吼，我是一直笑。迄个帅哥，你笑的完，你笑的完，你受明显呐。真正看外表，慢呢。我再问一下，拄则迄提拉米苏，你是真正讲唔对，还是你是调故意？无啦，是真正用讲问对啦，因为像讲运动啊，讲一般的招标就简单，讲一下提拉米苏咧。哦，因为我常用袂记叫做是提拉提斯，所以我是正经讲唔对，唔是迄落去我调。只讲迄笑点。迄若是一个笑点就厉害自然的哦，就自然的，就自然的。自然呢，看你的反应。你若是讲唔对，啊你知影讲家己讲唔对啊，你如何把这个笑点变做是大家感觉真好笑，而且你的反应真好，这就有加分。要毋过拄则感觉你敢若想要暗藏你唔对的这个代志。无啦，Cindy 有甲加分啦，Cindy 甲并出来，啊，怎啊变做一个笑点？所以讲 Cindy， 我互你一个扣啊，多谢，安尼我就去等台哭啊咯。你要等台上啦，你搞徛好势啦。我要等台下班的时间啊。哎呀，本来做来好。对啊，刚才你去就好啊，你爱徛咧，你去。来，有请继续等台。来，欢迎咱后一位选手。进前，我来确定一件代志。啥物？你有感觉咱观众遐有坐一个敢若面色的？一个囡仔，啊一个妖怪，我有看到，我看到。你哪坐遐？咱来个确定一。有妖怪，妖怪，我确定这个妖怪到底是啥？哎，请问者，你这个人哪会坐伫遮？我吗？嘿，我坐伫遮。你请问你对来哈？我就头拄啊经过这个中孝东路，啊无聊，想讲这有咧录影的，哦，安尼我就去来看。你来这甲上加油的。我谢金金的粉丝啊，加油！谢金加油！你来帮伊加油，我讲唔对名，谢金金是谢金金啦。哦，不是，歹势。啊，你来就来，你搁插卡棒哦，这是第啥货啊？迄头拄啊就好有，好山有无？哎呦，这是啥物？第啥货？这可以？无可能，你伫遮台抓呢？你人就叫倒台，你搁走入把内底坐，你话足敢的呢？是主持人，我甲你讲啊，我对阮兜来遮哦，啊录影哦，啊等3点钟啊，然后头拄讲3分钟，我就叫人倒台啊。感谢哈。对啊，安尼我感觉足无彩。你即摆是咧怨叹平心的对。哎，无，绝对无。顺过一堆你决定是无满意。你讲你甲拍坐啊？我紧啊，林刚我再甲你保上。哦，你要坐？哎，是吗？坐看麦。我继续坐啊！啊，无你坐看麦啦。坐看麦。我坐涂骹了。有遮委屈无？好啦，后一位选手啦，这位选手呢，伊曾经呢，互咱这个评审黄好评呢，伤害到够深的。我知影，歹查甫。对，嘿，来做伙来欢迎这位女艺人李文婉，欢迎。哎呦，李小璐，水啦！大家有所不知，中奖人物呢，常常反背就是家己。除了吼嘴无对心，无就是吼起毛刺甲面相是两回事。我虽然唔是爱豆，也毋过吼常常嘛有这种情形。我除了吼足够讲话，我有一把好功夫，什么好功夫？川剧变面啦！前一阵啊，我为日本返来台湾，吼，你喺飞轮机顶悬，打枕头，两个小朋友，直直吵，规路直直吵。唔是唱歌，就是叽叫，无就是拍刀啊，啊无就是踢我的椅啊。我坐头前，我就感觉讲，哦，我到底是要哪对付这两个一男一女？是徛起来活过，甲讲你敢要自扣，有够吵的，还是讲甲因做伙吵啊？看送甲吵啊？吼，决定做一个动作。啥物动作？哎呦，这时阵有效，因母啊讲，哎呦，你共吵掉啊，点去，安尼吼有效啦，30秒，嘿，佮继续吵。落飞轮机了后，因徛喺我头前，啊，我吼想讲吼，你无爱驾驶，我来甲你驾驶。我行过了后，因母啊讲，哎呦，你毋是王婉姐，哎呦，你本人比电视较好看呢。啊，我佮点去啊，诶，我佮反背家己啊，谢谢。哎呦，3分钟，这个嘛是个多好呢。避免的故事啦。嘿对啦，呀，就没有
反背家己的故事反啦背家己，应该是讲吼，咱有咱的情绪，是吼，咱嘛是需要受到尊重。要么公众人物吼，常常吼为了这个面子啊，拢爱吞落去安尼。你有这个经验无？哦，听哦，到底是要饲什么来冰心？你饲两个孙哥，是因为好人跟歹人拢爱小做一个。袂使安尼反背家己的良心。一个。听你良心的话。你真正有够水呢，小姐。哎呦，两个看一个车啊！你都希望做歹人，你都希望，你个叫反背啊啦！有新闻啊！无啦，咱两个无缘呐，无缘呐，无啦，真的啦。你必须要1分钟，爱上少要有2个，笑点2个笑点，啊，但是呢，你用3分钟讲2个笑点，但是讲无讲介好笑。就我对家己讲的吼。但是哦，你若去加来规纸，可能哦，你真正就1摆就当坐这边。所以哦，所以我头拄安尼就是讲，迄鸡卵糕切一半啦，吼，剩的哦明仔再搁食安尼啦。了解。是因为这边还有4个，即马3个已经过来这边，搁淘汰一个啊。系啊，就恐怖的迄个。你也搁伫咧？哎，你哪伊也敢坐哈？不是，我即马有找着我的工课啊。哎呦，啥物工课？歹势，你借过一个，这哦，我来记就好啊。拄则10、9、8，就是你画的哦。对。因为吼，我感觉讲文婉吼是水，啊个好听。是名好听呢。是文婉这2字听起来好听。台语讲了袂歹，发音正，所以听了真爽。好人拢互你做。不是。你拄则嘛互人不是，我考啊？跟你讲，咱吼一个鸡卵糕，吼顶头吼有鸡卵，啊嘛有花，一个节目内底，巴肚爱有一寡较水的，嘿，赏心悦目的物件嘛。多谢阿姊嘿，文婉就是来遮加这个分数。哦，伊是为了6集啦。嘿啦。人水花大蕊啦，嘿啊。安尼就要去等台区啊，吼，感谢，谢谢。等来就好消息。好，感谢，谢谢。吼，足紧张的啦！我头拄为我听，你知为影？咧滚架啦。对，因为捌太久的嘛。对。后一位选手呢，这位选手呢，伊若是佮继续讲，伊家己是 F4 呢。F4。一定会叫警察抓去关。欢迎咱的詹伟民。欢迎。大家好，阿明啊，真公司带起来 F4。你嘛知影，人是道明寺，我是道公司。啊，你嘛知影，我这个面腔甲 F4完全谈起来，无要紧啊，这嘛影响到我的感情咯。我足10个水姑娘啊，有11个甲我拒绝。高中迄回有较含，我写情批，一字一句写出我的真情意。但是咧，过1礼拜，哇，伊竟然回批啊呢！但是我批纸一个天开，这敢毋是我写迄张，只是讲满满红色圆块啊，伊甲我当作作文来改啦。啊，不是个咧，我想讲，我机会来啊哦，有一届咧，我写批足久无回，但是伊直接来找我哦。哇，我想讲，哇，这声透动啊，伊要和我做伙啊。但是伊气喘，伊就甲我讲啊，我甲阮男朋友扯啊，你敢知你的批是啥写的？是阮男朋友改互你的啦。但是咧，因男朋友吼，这个写批的力点嘛是愈来愈好。结果，伊竟然写情批，互别个查某囡仔啦。我的机会搁来啊！我就甲伊讲，既然恁男朋友反背你，你甲我做伙啦，互伊后悔。哎呦，但是伊讲，我唔知影伊是毋是会后悔啦。但是我甲你做伙，我一定后悔啦。我来甲你讲，这通电话啦吼，你要卡过，因为我已经要40过啊。卡互我一通电话到府服务，空，多谢大家。哎呦喂啊 ！F4 过来啊 ！F4，你搁讲一摆就算，你搁甲我记我，好我惊死！哎呦，你那零个咖啡是喷出来，喷出来。冰心，请起定。嘛是一个裤啊，2个车啊。哦，今仔日的气氛真正足怪的。是啥物人？好人拢互你错，是不是？就是是为什么你拢是看？因为我感觉讲吼，伊的发音
真正。所以听了真舒适，不是烟道啦吼。好听啦。我目睭开开在甲听，目睭开开听就。因为呢，我是感觉迄是一个表演，你必须要真清楚。但是呢，因为迄个故事、迄个结果吼，我感觉安尼安尼曲折离奇啊。我伫内底，敢若行入去一个迷宫内底，险险啊行袂出来。我问一下吼，在场有人听有伊拄则讲的故事无？啊？你看，因为就要摆脱第二季的选手，大家拢摇头。啊对吼，两个主持人，恁敢有听有？是听有故事，听无笑点，对，听无重点，唔知伊笑点在倒位，想要表达什么货？你咧讲故事的时阵，上好吼，内底的人。莫超过两个。演出会的时阵，故事的意义真重要，因为阮听无，阮就无法度感觉真好笑，这是问题所在。我会记得我古早的时阵吼，拢无讲话，尾来讲一句话，我得第一名。哎呦！哦，你去参加什么比赛？讲笑话比赛。啊，拢无讲话。嘿，这一支麦克里遮，我都惊你个。3个月无放屎。但是你会晓演，有迄个方向，有迄个感觉，所以做一摆拢拼出来哇。先去等台区，大丈夫です。啊，大丈夫です。来，到时候我到公司者啦。是。阿娘喂，选手单水，讲几波唔知你讲啥话，好一提起接入地，互大家好是笑甲变过。今仔我就甲大家讲一个啦，好无？讲足久拢也袂讲出哦。进入今仔的主题翻倍。阮厝边，你卖怎么解释其他主题？因为时间还阁足长啦。我是你莫拖我时间，你莫拖我时间啦。较紧的火车来啊！阮厝边一个老阿伯。后就即个吼，脑壳足大坑，袂输敢咱咧单位讲的，咱的顾心培。大家好，我是二声皮来，我问恁一个，这皮呢第几声？第二声。好的皮，二声皮，这就是我的名，甲阮爸爸妈妈的智慧拍扑啊一个。我以前是做工程师啦，到尾啊较来做老师啦。人讲哦，啥工程师你不爱做老师，其实哦，做老师是我的梦想啦。心想事成，甲伊安怎讲？薪水剩4成啦，即摆呢，我50几岁啊，钱对我来讲已经唔是问题，问题是无钱啦。我有一个学生啊，我会课叫小拍啦，小拍我就甲掠开，掠后壁，我讲你妈假笑呢？我第一课掠假笑，等下弄话呢？你是罗马哟啦？无，你刚才讲啥？讲老师。你可以讲国语啊，我听不懂呢。好啦，无代志啦，遐济啦。隔日校长就敲电话来安尼，迄台语听袂，佮晓敲校长呢。来吼，上后出问题就是遐个啥买便所的啦。大家便所倒来，就甲你讲哦，老师，我便所倒来，我头壳感觉介轻松咧，你敢会？我嘛感觉介轻松。原来老师你头壳白屎。这是算正常的呢，这正常的呢，无正常的全部拢无倒来啦，3、4个、5、6个拢无倒来啦，拢去互教官掠去啦，咪食薰的来买粮的啦。我讲你安尼，互恁老师要怎做人啊？迄伫校长的目睭内面哦，讲我摕钱请这个老师，伊是有啥物小路用啊？对不对？系啊，我这哈，对啊，我的面吼。本来呢是像身体安尼白啦，是安那会变安尼？其实像我的高雄的安怎高雄的，我是像囡仔吼，甲抹乌去的啦，你讲对唔对？对。时间到啊啦！多好啦！时间到啊！你毋过就想要继续听呢，就好笑的。这款老师的课我会去哦，我袂晓去买粮的。我甲你讲，伊拄则哦，你讲的是哦，咱文玩姐啊伫边安尼哦，好笑好笑。老想会开啊！伊连面甲你留来哦。客气啊！来，评审，请决定。
有一个过关啦咱照顾哎，哦，风声淡哦，过关啊，过关啊，哦，这太好听嘞，哎，因为这真正有内容的啊。是是。哦，足迷人的气氛啦。啊，没人。哎哦，你假笑，拖起后壁弄。哦，这是阮做囡仔大汉的迄个气氛。我感觉吼，台语就要找到这款气味啊。我感觉讲吼，足趣味的，嘿啊，听落足适合。还有一个重点是，因为伊有甲迄个角色放伫故事内底有演出来，哈，所以伊的角色足清楚。足清楚，就是老师嘛。那人家派老师哈，嘿，老师的身份啥，甲同学的关系拢足清楚的。就欢喜，这么就欢喜耶。啊，佫唔去坐，你即摆是有啥物心愿？感谢感谢。无哈，好。我跳。今仔足奇怪，你明明去坐啊，佫出来啦！这人是要做啥你来子啊？做啥？你要下班啊？你要？我是数学老师啊，所以你要来更小的对啊。啊，我听讲咧，咱遮呢，这套子兄呢，这个心算袂歹啦。哦，是真熬，就熬的迄款。啊，所以要安那呢啊？所以我嘛真熬呢。哎，你嘛真熬，我嘛真熬啊。啊，我敢会输你咧。你要比心算呢？系啦，比赛计算机好啊！我来出题目，互恁两个。题目。因为心算啊，你嘛心算嘛。我是用计算机来心算。你唔是叫伊算？我的心算，你那里足奇怪的。我的心算的程度，啊，我的程度。有啥物好比的啦？啊，你是要比啥物？比数呀！你讲一个，是要冲，哎，老师啊，老师，我数学老师呢？对，我知了，我知。你摕计算机的数学老师嘛？哎，对啊。啊，咱哦，迄赢着啊，唔通咧啰嗦，就咪用暗差。别比啊啦！啊，数学我来比啦，系啦，你去遐济。我试这做搞呢。系啦，你去遐啦，做搞咧去啦，有够奇怪啦！是啥物人甲伊讲，这物件当表演的？头都痛。好，就选手啦，你干杯，我随意啦，单随意啦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陈水啊，熟悉水的啊，一定拢会知，我会晓指甲，佫会晓唱歌，但是哦，独我就足含慢讲话。啊，阮经纪人嘛知我有这个问题，但是伊偏伊就甲接这个通告，骗我来遮，甲大家咧练笑话，唔知练水花，啊头剃落，敢会当无水？今仔我就甲大家讲一个例啦，好无？讲足久拢也袂讲出来哦。进入今仔的主题，翻倍。阮厝边，你卖怎么解决其他主题？因为时间还佫足长啦。我是你莫拖我时间，你莫拖我时间啦。较紧的火车来啊！阮厝边一个老阿伯，啊伊种足侪水果。我都老啊。伫迄个园仔底，啊阮吼，这辈兄弟啊真侪个，阮三不五时吼，拢会小招偷偷啊吼，去甲借万一寡来摕伫阮的通柜仔底。阮大家拢讲好，万不你连讲若出代志，头经一定爱讲足负责哦吼。啊有一工吼，眼睛大出。吼，啊，因为我人歪，骹手歪，所以大家叫我去爬。哦，迄眼睛手足悬啊！我人安爬好悬着。哦，爬足久，蛮好势。你敢知我看到啥货？看到迄老阿伯，哦，我惊一个犀利错啊，规个队呢。哎，我这阿伯吼，顺利一家掠等去交阮老爸，阮老爸看到足气呢，举车啊，甲我讲嘴皮，哦，险的嘛，36刀，甲我挡在72地。哦，这个时阵重点来啦，阮来这辈兄弟啊，大家规排顶边啊坐，像你安顶边啊坐。好，大家口径拢共款，拢讲去偷班的，干那我一个。哇，落力多谢大家。谢谢。我也感觉你今仔日哦，这个过关可能较难哦。过关唔知你讲啥？还是你要试一个计算机？买个摕这台出来。我来，我试一个。我先试看老师等下，我几个发这几个科啊呢？安尼吼。明星，请起定。又搁要等待啊！这个是啥物原因的这？我感觉讲哦，好人拢互你做，规工诶，我感觉规工拢吃吃苦，听你会坐咩啊？一个车啊，拢坐伫遮。我要做一个总结。哦，因为这个节目该改名，
哦，怪怪秀台语。不是偷偷应该是偷偷秀怪怪。囡仔足奇怪，足奇怪。因为我感觉伊腔口真好听。你顶届就是安尼讲啊，听了真爽，听了真舒适，听了足适拍。伊个笑亏，我有 get 到。哦，你有 get 好啦，到。好啦，迄个麦克甲收收的吼。头前讲伤长，你还搁甲提醒，已经关系讲超分半钟，今仔日要来演唱会这条，我是做无够惊，会歹势啦。顺哥，迄个李英姊有话要讲啊，可以讲一话。你讲好，你袂记的。你爱 Q 较早的啦，嘿啦，我也袂记你啦。我即摆来甲你讲到，你会记的。不是啦，大概1分半吼，伊爱好好讲介绍，讲我是啥人，我安怎，算讲是真合理，敬业。敢毋过顶边伊用30秒，这边伊用1分钟，后边是不是一半拢在自我介绍？愈来愈过分，一直咧介绍伊家己。我是听到后壁，我才发现讲，伊所有的字句拢有押韵。嘿啦，有押韵，这点非常厉害啦。你毋有听到？我拢去甲隔壁的阿伯啊，偷偷啊照办一寡金石甲拿布啦，来刻入我的通柜啊底。拿布啦？你拢听无吼？无啊。通柜啊叫做落地啊。哦，落地啊，尿布啦。拄则你讲通柜啊，先弟讲安尼哪会讲腿啊？对无？你讲腿啊？我就无听清楚啊。通柜啊。哦，想讲哦，这部内底会当讲。因为伊是通到后壁有加贵啊。通到这内底去。好啦，不要紧啦，一个考啊嘛是伫等台区等好台啦，来有请。哇，即摆头壳疼哦。头壳疼，我即摆2个过关尔。这5个选2个出来。我甲你讲哦，即摆重点唔是讲几个过关哦，重点就是8个比赛，有2个过关啊，5个等台。干那一个倒台哦，还搁干一个遐，干那一个倒台。系啊，是，所以咱今日爱为这5个等台区呢，选出最后2个会使过关的，好吧？小听候一下，好，阮来去研究一下。好，来有请评审。3分钟麻烦一下来。好来，咱小听候一下。因为今仔日哦，我感觉这个现场的气氛哦，真正怪怪。大家拢乱去啊啦，头一个安尼去哦。年纪也该抬掉，因为算讲意识。是安怎？恁会当拍车啊，我袂当拍车啊，你嘛你气我。好人拢互你做。所以我背后我拢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特色。对。但是哦，暗来扯去啦。我是感觉讲，你会当摆一位。哎呦，嘿。哦，3位评审，你搁转来到咱的现场啊，马上要为大家宣布，到底这5位参赛者最后倒2位会使过关，有请孙哥。事不宜迟，提炼再提炼，浓缩再浓缩，5个要竞2个，头一个麻烦你。头一个准备救倒转来就是。李文博，哇姐啊！哇，你过关啦！恭喜！我够欢喜的。小弟，我足红的，我足无用。因为我的研究过程当中，感觉你真巧。你咧看到别人安怎演，你已经吸收到伊的经验，甲伊讲话的迄个节奏，更较厉害、更较精准的迄个卡本。你应该分数会真悬，所以互你一个机会。后壁会当期待的所在。好，我会拍拼嘿，恭喜！拍拼，感谢，谢谢。最后一位啊！最后一位，咱们来恭喜李成典。李成典，你典，我成典。就是你，就是你。我想讲，我继续要来转下讲。哇！因为你有你的鼓吹，你有你的角色的扮演，吼，你咧徛为什么？转去呢，搁甲家己咧训练一下，大家呢互相鼓励勉励，吼，加油！加油！所以今仔日啊，恭喜咱的成典冠军啊！
啊个阿达啦，啊个个新培，啊感谢所有参赛者，谢谢，谢谢，后礼拜要先表现哦，准备哦，后礼拜二再会。各位英雄，啊抬抓，要抬抓。好抓白抓歹加油！甚至讲麦克拢无开，拢无开，无声，麦克无开，倒台安尼是人对吧？